威後若想留下夜明珠，不用理睬他。大王一向孝順，威后可对大王明说就是。郑袖整日狐媚大王，若真与他争执，只怕弄得大王两头为难。算了，还是把夜明珠给他拿回去吧。是。威后，夜明珠不见了。丢了？哼，这丢的也太蹊跷了吧！这夜明珠在我宫中放置多日的安然无恙，拿去威后那2天就丢了，誰信呢？可威后说丢了，不信又能如何？他是想黑心昧下我这顆夜明珠，但別指望郑袖我会哑巴吃黄连。走，臣妾郑袖給母後請安。免禮吧。謝母後。我已經說過，這幾日暑氣襲人，你們心到就行了，不用日日請安，免得勞累心。公主，母後說的是。公主，这幾日天氣酷熱，誰在裡面呢？南後在裡面。進去稟報一聲，就說敏英來給威後請安了。是。哎，等等，先不忙的，待南後走了再進去稟報吧。是。這事情說來也古怪，人不知鬼不曉，這夜明珠就不見了。我派下人去查了半日，都無下落。沒有人拿走藏匿，難不成那夜明珠自己受了腳了？戴帽，事情的原委你最清楚。那夜明珠是奴婢遵威後之命從南後那兒借來的，放在高堂台，人人都知道是稀罕寶貝。就算喜歡，誰又敢動着貪欲之心？臣妾心裡有數。既然那夜明珠自己跑不了，母後宮中的人又都手腳乾淨，那東西自然還在高堂台。母後若是喜歡留下就留下了，何必說找不到呢？我這一輩子見過的寶物不計其數，難道還在意你這點東西？臣妾的見識當然不如母後了。不過東西既然是在高堂台丟的，還是應該想辦法查個水落石出才好，免得放過了盜賊，冤枉了好人。又或者，母後心慈手軟，不願意對手下的人進行清查盤問。大楚盜律，賊盜律，最輕則砍手足，重則掉腦袋。我眼裡從不容殺人。殷公主，我還有些急事，回頭再來吧。公主，這可怎麼是好？閉嘴！可是，公主拿了那夜明珠，再多說一個字，那夜明珠便是你拿的。殷公主，你手裡拿的什麼？回殷公主，是舒公主和月公主的針線。綠蘿。剛才在來的路上掉了一個耳環，你可碰巧看見？回殷公主，剛才奴婢一直和月公主、舒公主在一塊兒，沒有看見。那是我娘親留給我的遺物，甚為珍貴，也不知掉到哪兒去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奴婢幫公主找找吧。算了，可能是我记差了，我可能是掉到寝宮裡了。靈兒，跟我回去再找找。殷公主，那東西與我性命一般，你還
當個什麼？你們都給我聽清楚了，葉明珠是肯定跑不出宮外的。東西要是現在交出來，威後責罰的只是你一個人；若是被我查抄出來，那受牽連的就是你們全家。我使喚了你們多年，竟不知你们当中有做贼的。今日若不查出来，就壞了我高堂台的名聲。永香令，微臣在。你給我一個個去審，就算剝了他們的皮，也要給我審出個結果。是。都給我起來，老老實實的走吧。這個不是我的，趕緊走。进了永巷，事情自然就清楚了。母后，婴兒思來想去，覺得有個人可疑。什麼人？昨日午後，嬰兒曾見過有個人來過高堂台，當時並未留意，但此刻想想，着實該有幾分嫌疑。賤人生出來的只能是賤人，想來我待你不薄啊，讓你跟着舒兒也學點長進。你倒好，竟然膽大包天，敢偷走我的夜明珠。任是金山銀山擺在我面前，我都不會動心，更何況什麼夜明珠？魏後，萬不可借此羞辱我和我娘親。還敢跟我頂嘴？玳瑁，給我掌嘴！是。母後，母後，求你饒了他吧。打！母後，我求你了。玳瑁，你先退下。凭空說我偷盜，拿來證據。今日我是人贓俱獲，你想賴是賴不掉的。嬰兒，魏後，昨日午後，嬰兒是和侍女靈兒一起看到的。靈兒，說，你都看到了什麼？婢子，你到底看到了什麼？婢子。來人，把這個賤婢給我拉下去掌嘴。說呀！魏後饒命啊！昨日婢子陪着殷公主站在那兒，看到月公主從正殿前走過去，別的婢子真的不知道了。靈兒眼拙，但本公主眼不拙。月公主分明不僅從正殿走過，還慌慌張張地走進去，又走出。胡言亂語！昨日午後，我與舒公主